兒童係我哋嘅將來，我哋相信每一位兒童都生而平等，具有同等嘅價值與尊嚴。而每一所學校都應該秉承有教無類嘅精神，啟發每位兒童嘅潛能。對有特殊需要嘅兒童，更要以關懷、接納同互相尊重嚟對待佢哋。要建立一個和諧共融嘅社會，就必須由教育開始。喺2008年10月，教育局同衛生署合辦咗一個共融校園，一切由心開始嘅融合教育推廣活動。透過短片創作同愛心小主播兩項校際活動比賽，目的係俾學校總結喺推行融合教育嘅經驗同心得，展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嘅學習成果，同加深公眾人士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嘅認識同接納，從而推廣共融校園文化。短片創作校際比賽嘅形式係要各參賽學校將校內推廣共融文化嘅活動拍成紀錄短片。校方亦可以利用支援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嘅真實個案，或自行創作一段符合主題嘅短片作為參賽作品。短片以30秒至2分鐘為限，並配合一篇5至600字嘅短片導賞，向觀眾展示照顧學生學習差異嘅感人故事，令觀眾感染到參賽學校喺推廣共融校園嘅成果。喺2009年3月6號至12號，評審團要喺芸芸嘅參賽作品入面進行初賽遴選，選出20部出色嘅短片作品進入決賽。當中要考慮參演者嘅表現、短片嘅表現手法同拍攝質素。當然，最重要嘅係短片能唔能夠達到推廣共融校園文化嘅目的。評審團亦會就參賽學校所提交嘅短片導賞進行評分，睇下佢能唔能夠配合短片點出主題。評審團喺千挑萬選之下，成功入圍嘅短片名單終於誕生啦！就等我哋一齊嚟欣賞下呢20間參賽學校嘅水準之作啦！